就是素的啊。三和只有这样去。等一下，妈妈。杨梅。妈妈去点了菜就可以了。鸡脯蛋。没有。鸡脯蛋好濃，嗰係好濃啊！嗰係好濃啦，嗰度。楊梅香嘛。哇，老媽係楊梅啊！都係韭菜炒蝦蛋。楊梅，你唔好做嚼好多啦，水糯啦，你個蛋都太低了，濃。微信上教的大人。快看，有没有辣？nghe nóng lòng cho. 都有當。一個生冷小花，一個秋葵是吧？一個對。一個叫你木塞辣椒加鲅魚老豆。四季豆燉小花，這個四季豆燉小花是吧？係咯，都幾好。火腿炒豆渣來一個。